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新单元 Lisa 来翻译娃娃 TV。这个单元呢，就是要来翻译一寡有名的人讲过的名言，亲像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，不是奥巴马讲过 Yes we can， Yes we can。咱就会当讲翻做，对，咱做会到。啊，其他的咧，咱嘛会当来翻译一寡无共语言的歌词啊、电视剧啊，是漫画内底一寡名言，亲像《One Piece》海贼王内底开错个王呢，我咧我哪路，咱就会当甲翻做，我要成为海贼王。好，安尼咱第一集要来翻译的咧是最近真红的《鬼灭之刃》鬼灭之刃，这是日本的一出漫画，即摆真正足红的。红到日本即摆甚至阁有鬼灭之兵部，就是鬼灭散者的新书出现，意思就是讲吼，收过爱鬼灭之刃这出漫画，所以就一直开钱去买甲伊有关系的物件，所以就愈来愈无钱，愈来愈散者。大家敢有去看伊的电影版？10月30号已经伫台湾上映啊！哦，听讲进前见面会的时阵呢，配音员有伫现场用台语配看卖，真正是有够趣味的啦！好啦，咱就莫阁讲废话啊！即摆呢，我有传几句《鬼灭之刃》内底主角炭治郎讲的一寡台词，咱即摆呢就试看卖，甲伊翻做台语。好，头一句呢是即句。頑張れ炭治郎頑張れ。俺は今までよくやってきた。俺はできるやつだ。そして今日も、これからも、折れていても、俺がくじけることは絶対にない。这句用台语是安尼讲的：加油，炭治郎，加油！我一直拢做了足好的，我是做会到的。所以，不管是今仔日以后，还是拄着任何的代志，我拢绝对袂放弃的。这句呢是炭治郎咧鼓励家己的时阵讲的一句话，真正讲了足好的，互我嘛开始想要帮伊加油啊！加油，炭治郎！好，后一句是这句。失っても、失っても、生きていくしかないです。どんなに打ちのめされようと。这句用台语是安尼讲，就算是失去啊，就算是失去啊，嘛敢若会当活落去尔。无论现实是偌尔责任，这句是炭治郎甲一个未婚妻去互鬼抬死的少年人讲的一句话。炭治郎因为嘛有亲人去互鬼抬死的经验，所以伊讲这句话咧就特别有说服力。好，后一句是这句。強い者は弱い者を助け守る。そして弱い者は強くなりまた、自分より弱い者を助け守る。これが自然の摂理だ。这句话用台语是安尼讲的：强者爱保护弱者，等弱者变强以后，伊就会去保护比伊弱的人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啦。这句呢是炭治郎咧甲一个讨厌弱者的鬼相拍的时阵咧所讲的一句话。好，后一句是这句。俺は長男だから我慢できたけど、次男だったら我慢できなかった。这句用台语是安尼讲的：因为我是大囝，所以我一直忍落来。若是我是第二个后生咧，就袂忍啊。这句是炭治郎咧抬鬼的时阵咧，伊想着伊这一路上咧是安怎行过来的。这句真正袂歹，真侪人真正就是因为家己是大囝，爱甲下骹小弟小妹做模范，所以咧就凡事忍耐，凡事吞忍。好。最后一句呢是这句。幸せが壊れる時にはいつも血の匂いがする。这句用台语是安尼讲的：幸福失去的时阵，逐摆拢会有火的气味。这句呢是炭治郎因全家伙仔去互鬼抬死的时阵呢出现的一句台词。伊讲了无毋对，咱人的幸福呢，若是突然间去互人夺走啊，大部分呢拢是会有老火，社会新闻中呢就足侪啊。好，以上就是一寡鬼灭之刃内底主角炭治郎的台词。大家感觉我翻得安怎啊？若是大家有更较好的讲法咧，嘛都会当写伫下骹甲我讲哦。啊，若是你有啥物想要我翻译的金句啊，还是台词啊，嘛拢会当答互我哦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里。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袂帮我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。啊，袂订阅观众朋友咧，嘛袂记得帮我起下订阅咧，去拍个边小铃铛，安尼可以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起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